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名都好演。我呢是今日大家嘅欣赏，你家咪系主持人佳佳哦。同欢喜呢，乡下老大家乡下学客家话，准备好忙啊！今日呢，我哋嘅主题就是爱爱莫。华语的意思呢，就是你爱我吗？哇，係唔係講起來，知道懂排泄，也係呢，會知道懂浪漫嘅感覺呢。而你呢，也同課程呢，共用嘅分做四個部分，分別係小嘅情人嘅表達情感，韓國一個嚴格嘅世界，也運用辦嚟好好，出現了嘅心情感受。慶祝韓國神話神奇嘅事情，都有情人相處有關嘅詞彙韓國記憶哦。今日呢就會帶領大家共下來到複習嘅課程，故說你就天天來學，大家咪唔是少講嚇很難哦，我都唔會嘅。冇相干，天天嘅來練習，相信大家都會進步當多。故說呢，今日你嘅課程，你會學到愛如何對自家中意嘅人來表達你心中嘅感覺，還個愛如何來度過2-3年美好嘅時光呢？哇！用聽起來係咪動浪漫啊？唔知大家老人男愛一般都係用辦來高社化嘅，也下係咪強下嚟看耐哦？係哦，你愛愛莫，你下幾番嘅自家講起來都會知道懂排泄嘅。雖然吼，你下幾番大部分係有自家男愛一般講你下就會翻譯，但是其實啊，咪做得將今日好多嘅詞彙記憶對你當中一個陌生人講哦，也係平常時中一個姊妹啊、用體啊，咪做得來表達愛的情感，因為啊，愛要及時，這是很重要的，對嗎？後來，你就唔好講咁多咧，也就強下嚟看下嘅，記得會發生哪條嘅事情，要喺啲啊戲劇當中來學習哪條嘅客家話呢，也就強下嚟看咯。